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看12月7日的暗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赵少康讲，家己是赵子龙，也毋过说，互人警惕讲侯友宜敢是阿斗，这个议题伫网络引起正大的讨论。中国美中困当咧行，目前入境的旅客拢无检到，真侪人想要去药局买抗生素，也毋过药师讲爱有药单才会使买。全球生活成本的统计，新加坡甲苏黎世是上贵的城市，也若台北伫亚洲的城市是排第12名。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总统大选剩无50天，三个副总统参选人也赶紧出来助选。国民党的赵少康，伊讲家己就是赵子龙，要来帮助侯友宜半天下。也若民众党的吴欣盈，伊是针对国籍的这个争议，强调讲伊家己除了台湾，无其他任何国籍。另外，民进党的萧美琴，伊嘛为这个立委来徛台，伊讲新住民就是社会上重要的一部分。到找食越南的好料理，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去新北设置，甲党籍立委参选人罗品瑜做伙做政党连线，甲新住民交流。新住民甲问讲，萧美琴若是做副总统，对新住民的政策有啥物想法？在政策面上，其实很多现在已经在做一些语言啊，或者是各种的辅导，那各种的这个支援的机制哦。我如果可以当选副总统的话，我也算是第一位新住民的小孩。民众党吴欣盈陪共党籍的立委参选人刘基禄去菜市啊扫街，伊用招牌笑容甲民众互动。不过，即马毋但是国际的争议，还伫咧拖。有风声讲，民众党一份上新的内部参考的民调，有56.6%的人认为吴欣盈并无替国文的加分。柯主席请我参选是帮台湾加分，还有其他的吗？国籍的问题？我们就讲一次性的。好，一次性回答就是说，中选会已经在查证当中，那就是12月5号为主。国民党赵少康展现校康配斗大合作关系，真正伊讲伊哪像是三国时代赵子龙，去互网友质疑讲伊敢是咧讲侯友宜就是阿斗。赵少康解释讲，假做副手就是替主水拍天下。士为知己者死。既然侯友宜兄能够这样邀我一起来选举，我跟各位讲，两肋插刀，至死无悔无怨，真的是这样，拼我的命来让侯友宜能够胜选嘛。那赖清德现在不希望这个萧美琴帮他助选吗？赵少康讲，未来侯友宜永远是老大，伊真知影分寸。未来若是当选，侯友宜家定顺意见，嘛敢若是建议尔，伊若敢有要接受，完全由总统来主意。记者综合报道。2024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侯友宜今仔日是去到新北市的五股，讲伊甲粪扫山变做绿地的政绩，建议讲这个赖清德若准你要当选，就应该爱来放弃台独东江。也那赖清德今仔日是走高雄甲屏东去辅选，伊喊声要用观光来立国，甲恒春变做是巴厘岛。另外，民众党的郭文地伊是开记者会来讨论少子化甲人工城市的议题。行程满满，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下晡去宜兰辅选，要求立委选情，再去五股，主打新北市长任内重要的政绩，粪扫山变做绿地。对于美国学者郭来义等人的建议，民进党赖清德若当选，应该冻结台独党工。针对这点，侯友宜呼吁赖清德应该直接放弃台独党工。连国外都在说了，赖清德，你真的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请放弃台独党纲，站出来勇敢讲，不要老是说一套又做一套。真正让国安危机的是你，不是侯友宜。侯友宜强调讲，战争绝对袂当有一个万不利，嘛袂当用败。和平袂当像政客，沿路像化花。但若民进党赖清德早起去恒春海保救援现场，参与海军调伤复员等去大海的活动，sau来去高屏辅选，强调国会爱过半，呼吁选民团结。国家要继续向前行，总统、副总统是你捧这个方向盘啦，运转盘啦。但是演绎的力量伫倒位，你知唔知？哇，掌声鼓励者！哇，果然是民主的胜利呢！我拢考袂倒啦，国会咱一定爱赢啦。赖清德嘛发出观光立国的政策，讲要甲恒春半岛打造做巴厘岛，
大平湾变作夏威夷。同款提出重要政策的，还有民众党郭文哲。下晡甲无分区立委提名人大招朱顶人召开联合记者会，甲重点放在少子化甲人工城市化的议题。反正已经少子化的这样，如果他想生，你会说要千方百计让他不能生，这也是很奇怪的，所以就应该把那个限制拿掉，这是我很简单的想法。所以关于这个人工生殖法，你知道哈，我们应该比较宽容的态度哈来处理的。大招朱嘛呼吁，有百姓民众赞成开放代理孕母，卫福部莫阁遮尔死锁，要紧修正人工城市法，开放代理孕母，解除冷冻卵子使用的限制。立法院社会维权委员会嘛会伫后礼拜审议人工城市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记者综合报道。好，离这个总统大选已经剩无50天啊，即马检方所查到有超过1900件的贿选案，由立委参选人齐卡心，伊互人检举伫境内活动分物资涉嫌贿选，也毋过伊是好人的，强调讲伊所送的物件价值无30块。排队来领物资有面、长寿面、本素茶啊。10月底这场中央敬老活动，台北市立委参选人齐卡心家己出钱，佮加买物件，即同向检举涉嫌贿选里面，罪名里长、邻长、理解书这人，催做着检调的约谈。一个袋子不过是4块钱，一个寿面我发那么小包的不过是20块钱，也没有任何的竞选动算，一定要投给徐巧芯才能领寿面。对着这个贿选争议，伊澄清只有赞助寿面，也有环保茶啊，价值无到30块。也有法务部长蔡清祥是讲，宣传品的标准基本无改变，不过爱就个案的情节来判断。30块钱啊，作为一个启动侦查的标准。不过，并不是说30块的东西就会构成贿选啊，还是要看个案的情节。离明年水大选，敢若剩无到50天的时间，检察机关积极来查不法，立案的贿选案件也超过1900件。哪查贿选列做重点，最近也表示讲，南部有民间协会带团到对方接受交代，支持特定的总统参选人。就连台北地检署拢记着毋拿一层，像这类境外势力介入选举。招待去旅游去。这种一个形式是比较普遍的，在界限的一个强度会比以前来得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给你那么好的招待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们台湾还在。哪来我们台湾真的怎么样的话，这些招待都不会有的啦。中共清代手段是愈来愈进步，检察总长就强调，对方哪甲手伸入去国军队内底，拿手面开钱来交代。介入两个大选，对着国安的渗透，民众拢爱小心警备来防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未将困的疫情当咧抓，咱针对中国、香港甲澳门入境有即个镜头的旅客，拢总是采检38个人，其中有13个人是流感，所以是无验到未将困的。即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要求中国要来提供数据，也毋过外交部长王毅说讲，这呼吸道的疾病已经受到控制。也若最近有真侪人是赶要去买即个律师即个牌子的抗生素，药师是表示讲律师是处方爱贴药单才会使去买。桃园机场的票据提醒为中国、香港、澳门入境有症状的人，都要先去检疫站。为了加强监测中国呼吸道疾病疫情，疾管署11月2日伫台北、桃园、台中、高雄4个国际机场实施定点监测，鼓励采检。如果你有不舒服，免费帮你检测，你会愿意做检测吗？不愿意就对了。不用了，我来之前就有检查过。到11月29为止，疾管署拢总共38个人采检，验到流感病毒是13个人占上济，新冠病毒3个人，腺病毒3个人，鼻病毒2个人，6个是阴性，也有11个人还佫伫检验当中。目前并无验到外界关注的肺炎梅肠菌，不过中国梅肠菌的疫情加悬，嘛传出有中国配偶、台商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去药房买食囡仔喂着梅肠菌的抗生素日输。其实一天大概还是会遇到1、2个、2、3个这样的民众吼。目前社区药局确实在取得日输这个成分上，还是相对比较有难度哦。梅将军治疗的，不管是儿童药水或者是成人用的这些胶囊药锭等等，都是库存充足，没有短缺的问题。药师公会专联会表示，日输抗生素都要医生开药单才会当领，一般社区的药房无咧卖。也若伫中国，因为囡仔去为着呼吸道疾病情形是真严重。
去小儿科看病人数未少，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 We are following up with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nd again, they have seen overall an increase in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due to a number of different pathogens, including influenza, which is on the rise.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相关的数据，也开始甲中国的官员举行视讯会议，希望会当查清楚实际疫情的情形。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却强调讲，呼吸道疾病已经有受到控制。又佮讲，这种情形是真普遍，其他国家嘛有发生。 中国甲伫国际来来去去的人员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寒冷的空气品质较无遐好，即马环境部是用 AI 的机器去查到伫台中大甲有一间考察工厂涉嫌排放无经过处理的废气，而且即个工厂阁无申请许可证，所以会来要求因停工，照空气污染法罚10万至2000万。 稽查人员用气体含热显像仪发现，这间伫台中大甲的仓库是一直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废气。中部入来到空污柜，环境部的环境管理署伫顶个月23锁定这个空污的热点开始稽查，发现内面竟然是一个大型的考察工厂。业者毋但是无申请固定污染源操作许可证，嘛无看到任何处理废气的设施。 以仓储的名义设置一个厂房，但是它实际从事的是烤漆作业。另外，它使用的相关的溶剂跟涂料都超过我们许可的限制，所以它应该要取得我们空气污染物的操作许可证，然后它没有操作就进行排放。环管署讲，这厂房乃是放一大堆考察用的膏料，含透氮用的有机样剂，其中甲苯含二甲苯已经超过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1年比20吨较大的用量。 必须申请固定污染源操作许可证，后壁照空污法罚10万以上2000万以下，而且要求停工。它是有使用甲苯、2甲苯，那这都是我们所谓空污法这个标定的这个有害空气污染物，我们会处以这个10万元以上200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 业者甲天门拖落来是拒绝回应。环管署强调讲，业者捌有真侪摆违反环保法同裁罚的记录，本来会互业者到案讲意见的机会，若逢证实有排放有害的空气物质，会损害到别人的性命和身体健康的，阁会面对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阁会罚款100万以上15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 伫云林元中乡瓦西庄村附近的一笪空地，最近听讲有业者打算要伫遮起猪灶，这村民是真烦恼，讲未来会有臭味甲垃圾水，所以今仔日透早是规定扣白布条抗议。有着白布条大声喊着抗议的口号。120位云林元中乡西庄村龙岩村的村民，1号上午集结到这地，正咧进行真地空地，因为传出业者 将规划地遮兴建猪只电宰场，但当地居民却拢无收到任何消息。污染的啦，污水的啦，你全部拢爱用好啦，袂使讲影响到村民的健康啦，因为这排出来屁股对咱身体我无好啊。环境啦吼，环境空气污染，哩个啊个本地这土地列管的土地，莫去甲阮造成无处理好势，就安尼恶震动，莫造成阮地方的第二次伤害。当地村民表示，近期有村民发现，这块垦地陆续咧整地，可能无任何业者和相关单位，到底要起什么工厂，后续才知影要起猪只电宰场，要求相关单位爱请业者来到地方召开说明会，也不会强烈反对。那本案依照非都市专案辅导畜牧设施办法要点规定，目前由农业部审查中。那今天居民所反映的意见，我们也会跟农业部来做转知。有村民就讲，这块垦地过去捌待过重金属，搁临近西庄村、龙岩村的村落，至少就请予村民，希望业者会当先派员召开说明会，和地方做充分的沟通，才会当让民众减少恐慌，避免无必要的争议。记者用为您报道。来关心这个意外，伫花莲有3个原住民早穿上山要去拍蜡，结果伫咧骑乌多摆的时，却因为路无平，所以车一直着路尾。这个蜡穿的是出火青，弹死其中一个查甫人。警方调查的时阵发现，讲这支枪无登记，已经违反规定，所以移送地检署侦办。
接到报案，有人无细致，互请大条，救护人员马上去现场。因看到一个10人甲汽车倒伫路边，斗阵朋友咧对伊做 CPR 急救，毋过救护人员接手的时阵发现已经无喘气心跳。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患者有下巴有一处伤口，那我们立即给予做急救处置。那后续患者我们是送慈济医院。这个伤者现场是呈现欧卡状态吗？是的。代志是发生伫11月27暗时10点20分，29岁姓叶18人3人去秀明乡山站山区拍蜡，骑汽车转去时阵，将枪口向顶悬，骑伫汽车打帮，结果路边点，枪走火拍着家己的下怀，朋友佫将三支枪藏伫路边的草圃，因为拢无登记。分局也再次呼吁原住民持有自制猎枪，务必依照《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20条规定，向各县市警察局申请许可。如果未经许可而持有这支猎枪的话，将处罚新台币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上的罚款。姓叶18人送医急救了，第1天也是死亡。警方除了对3人非法提拿枪开发以外，也报请地检署上检来调查案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台货车昨为着要等青红灯，结果煞停伫个专门予轻铁使用的轨道。这个类似的情形，其实之前嘛捌发生过，甚至佫发生交通事故。所以为着要避免这款的交通问题，专家是建议讲应该爱全面检讨事故发生的情形，量早做出应变。金边铁路司机员一直饲喇叭，淹过货车伫个铁基路拢无振动。代志发生伫11月30暗头啊，高雄凯旋二路甲四维二路交接路口，货车为着停等头前后顶，竟然占用铁基路。礼礼拜伊嘛拢无走，一礼拜上无啊，一道至2道。文或见大众捷运系统车辆之灯号或灯光不依规定避让或在后跟随迫近，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占铁基路加上歪让，已度高条例，总共会支出2400块以下罚款。转来现场，测下晡后汽车为着歪骑伫铁基路顶面抢红灯，后壁汽车因为红灯骑伫脚踏车道。相关的情况，在个水伫中山甲凯旋路口也发生过，小龙的事故更加是直来发生。在个2到2时这4天就发生3站的事故。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故有哪几种类型？看有什么样的预防？有些地方如果真的危险的话，是不是要做一些管制啊？那这个也都必须要有一些配套。完整的轻便铁路年底即要完工，专家认为市府应该规划分析事故样态提前因应，若无通车了后，甲车子路段并行还是交会，问题更加严重。东环段也在未来将开放10处路口，可供车辆来左转。那左转的车流呢，会有专用的车道跟时相。那现场这些路口也有搭配 LED 的资讯看板。看板依照号志显示行车指示，铁路边也画设黄色保路线，提醒唔通占用。交通局讲，通车初期派29来指挥，警方明年中也设伫路口科技来执法，避免车辆占用铁基路。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维武营附近有全台湾第一个大型艺术壁画的社区，也毋过最近所有人发现讲有真受欢迎的一幅壁画破真侪空，因为无确定讲是天灾也是人为的迫害，所以区公所已经去报警察，也会加强追查。来到维武营遮，这幅大型壁画创作是真有名翕相拍卡景点。毋过定睛看，发现壁画有真侪破空，大大细细10几个。维武美美村是全国第一座大型艺术壁画社区。民众讲，伊近年来无看到有破空，怀疑是人为破坏。民众嘛烦恼，这敢会影响到高雄观光，因为市府爱赶紧处理。嘛知让人家破坏的，我之前我顶礼拜过来无看到啊，因遮拢足侪人，这属于观光景点啊。哎呀，应该袂当安尼破坏啊，爱维护这种景观。有的就不拍啦，他就会换别的地方拍啦，这边可能就会那个，久了就没人要来。
这个技术代表欢迎来到阮的房间，是将公车站变身加做全国上大的测图，107年完成，到打已经5档，是用亚克力板彩绘。虽往区公所伫8月份就发现有破空，研判肯定是天灾，不过破空愈来愈多，区公所烦恼敢是有人破坏。伫初一透早先报警，互伫派出所后续会扩大调查，表为破损的原因。先之后呢，阮就有甲迄个咱灵仔分局或者派出所吼，伫今日下早嘛完成报案的定数。是遭台风、天祸或遭丢弃石头、硬物等因素造成彩绘亚克力板破损。目前市府会请原本创作艺术家协助，赶紧修复破空，毋望今年底会当完成。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以哈冲突伫个休战期间传出哈马斯违反协议，伫个最后1点钟来用火箭来攻击以色列。虽然讲这个临时的释放有咧进行，也毋过即马以哈的气氛是真紧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其实以色列伫个1当前就已经知影哈马斯的计划，也毋过因为感觉伤害过啊，所以因拢放外国，才会造成今仔日的冲突。深夜的警报声雄雄响起，无到几秒钟，会当听到爆炸声，天顶阁有火光闪过，亲像宣告结束停战。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初一指控哈马斯违反协议，大声向以军开火。哈马斯是批评以色列违反协议，主动燃油甲物资进入加沙，互7天的停战结束。以军嘛恢复对加沙地区的空袭。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30日伫以色列表示，恢复战斗了后，毋望以军会当避免民众伤亡，也毋过初一以军的空袭，搁一摆造成百姓死伤。巴勒斯坦强调，埃及甲卡达协调人员会继续针对进一步的停战来谈判。以下冲突伫第2届延长停战期限了后，武装组织哈马斯伫停战第7天，前后释放2名甲6名以色列人质，其中有1名人质是由以色列甲法国相邻国籍的米亚谢姆，互接到通知的家属是欢喜甲流目屎。对此，以色列嘛为监狱内底佮释放30名巴勒斯坦人，互放出来民众在红十字会巴士进入约旦河西岸地区了后，现场有真侪民众欢喜举哈马斯的旗仔欢呼。互释放的巴勒斯坦人了后，就控诉伫10月17日以下冲突爆发了后，原本伫监狱内底巴勒斯坦犯人都受到以色列监狱人员虐待，其中有6名犯人因此伫拘留所死亡。والله المعنويات اللي بتمارس إدارة سجون الاحتلال كضرب وقمعات واعتداءات على الأسرى بخوف. وعذبونا تعذيب يعني في نفسيا جسديا كل شيء يعني فيك تحكي شعور بوصفش. في ناس يا زلمه عينيهم دم بكونوا ناس باكلين بكوس وايديهم مكسرات جسم ايش بقشعر ببدن يا زلمه. 因为哈马斯手头的以色列俘虏甲移动的人质是愈来愈少，双方可能要进一步制定新的条件来释放军人遮的以色列男性人质，才当继续延长停战。为停战协议11月20日开始到暂时，哈马斯已经释放105名人质，以色列嘛释放240名巴勒斯坦犯人。另外一边，根据英国《卫报》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其实以色列早伫1冬外前，就知影哈马斯的攻击计划，却认为因的计划伤过有野心，要实施真困难，都无啥注重，才造成这场以色列版本的911事件发生。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诺西亚进前宣布要退出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所以美国就随对咧进行核武的测试。来看哈萨克东北边的一个城市叫做塞梅伊，迄阵就是前苏联伫咧测试核武的所在。当地人到呾要是带即个辐射的病，所以针对大国的核武势力，因是希望讲各国会当甲因的经验对这当中学着家事。根据美国民间团体核武协会的统计，对1945年美国伫新墨西哥州第一摆试爆核弹开始，到2017年为止，全球拢总是实施2056摆核武试验。排名第1的美国，就负责超过50%，有1030摆；排第2的前苏联进行过715摆，内面219摆是伫大气层，剩下496摆是伫地下墓坑内面。
江苏联上主要核武试爆的场地，除了侵入北极海的新地岛，上侪摆的是伫冷战时期叫做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前苏联成员，即马叫做萨梅伊的城市，较早是叫做萨米巴拉金斯克，是伫哈萨克东北边的草原地带。对1949年到1989年，伫遐进行过的核武试爆有456摆，占前苏联核武试爆的比例是超过60%。少年的时阵，捌伫核武基地参加试爆的老兵，讲到这半世纪以前的经历，拢是真感慨。Onumuz bilgin yok zonunda yani eken poligonda jarıs болып тұрады, жер қозғалып тұрады. Соның бәрін біз қолдан жасадық қой бәрін. 根据路透社因哈萨克的统计，当地受到残留辐射影响的人口大约是150万人，内面超过100万人摕到政府的辐射受害证明。Операцию делал мне. Это, как это, печень болеет, вот, пью, сколько лекарств пью я. 拄咧辐射直接造成身体伤害，或者老大人几十年来拢受到折磨。更较严重的是基因受损的问题，搁传予后一代。У меня генетическое заболевание, которое будет передаваться из поколения в поколение, и никто из моих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этим не страдает. Вот. У меня отсутствуют обе ключицы. 就算对1963年开始禁止伫大气站含水下做核武试爆的条约生效，试爆敢若会当伫地下崩坑进行，但是路透社因专家话讲，嘛是可能有辐射污染入去到大气站含地下水，结果经过空气含水传出去，危害更较侪人口。公司新闻持家人编译。经济学人资讯社公布全球生活成本上贵甲上俗的城市，这其中新加坡甲瑞士的苏黎世是全球上贵的城市，也那伊朗的德黑兰甲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是排伫上尾2名。另外，咱台北伫亚洲的城市是排伫中段第12名。有花红城市之称的新加坡，今年甲瑞士的苏黎世生活成本指数相关是104，并列2023年全球生活成本上悬的城市。经济学人资讯社在1月30公布报告中，比较全球173个城市的生活成本，瑞士日内瓦甲美国纽约拢排第2，搁再来是香港、美国洛杉矶、法国巴黎、丹麦哥本哈根、以色列特拉维夫甲美国旧金山。苏黎世对去年的第6名，升到今年第1名，主要是反映瑞士法郎真强，也有珍贵的食品、客家出来的用品甲娱乐介绍。新加坡伫交通甲服装、生活用品甲酒的介绍，尤其是珍贵。在1年来已经有9摆排伫第1名咯。也来伫亚洲，人民币甲日票的劣势造成中国的4个城市南京、无锡、大连甲北京，以及日本的大阪甲东京的排名是急速来下降。中国城市排名大幅度下降，也因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真慢，甲消费者需求低落。台湾城市的生活成本指数方面，台北接近70，伫亚洲城市内底排名第12，比台北、曼谷、东京、北京这城市更加低。也若台中、高雄是分别落伫比60较悬的这个区间，比广州、釜山、沈阳、杭州、湖内这城市更加低。台湾这3座城市的生活成本指数位伫亚洲中段的所在。总体来讲，全球物价平均年成长7.4%，比去年8.1%小加时间慢。生活成本指数城市排名下降上最是包含俄罗斯、中国甲日本的多座城市。莫斯科由第105名落到第142名，圣彼得堡由第74名降到第147名，下降幅度明显。也来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有伊朗的德黑兰是排伫最后第1名甲第2名。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韩国有食狗肉的文化，也毋过最近的这政府所拍算要提出禁止食狗肉的法案，这是引起真大的争议。有差不多200个饲狗仔的业者去总统府抗议，佮带狗仔来现场野放，落尾有3个示威人士互警察抓起来。示威民众甲警方过路中对呛，正面失控，抓到路中向前冲，甲警方发生冲突。差不多200个犬笼摆驶到南韩首尔总统府头前，抗议政府提出禁止食狗肉的法案。 국민의 먹을 권리를 강탈할 수 있는 권한은 대통령에게도 대통령 부인에게도 특히 농림부 장관이나 국회의원들 정치인들에게 없습니다. 그 개개인의 국민의 고유 먹을 권리를 박탈하는 것은 만행이며
폭거입니다. 食口巴伫朝鲜半岛有几啊百年历史，长期被看作是第一热天的体力来源。在南韩无明确禁止，也无合法。南韩5100多万人口当中，有超过600万家庭饲狗做宠物。总统尹锡悦红某都饲6只，不过乾隆并不认同食狗肉是野蛮的行为。 그렇지만 사실은 개뿐만 아니라 심지어는 돼지라든지 토끼라든지 염소라든지 이런 것도 애완으로 키우는 사람들이 개처럼 많지는 않지만 그런 사람들도 있단 말이에요. 뭐 그런 식으로 해석을 하다 보면 마찬가지 아닌가요? 뭐 개체수라든지 그 정도의 차이인 거지. 根据一份去年的民调显示，有64%人反对狗肉消费。过去1年来，食过狗肉的人也只有8%，比2015年的27%加正多。有南韩民众认为，无论养殖环境或者是抬的过程，虽然拢有问题，不过这项禁令有关乎证据。 개고기를 반대한다고 생각하고 저도 그런 생각입니다. 근데 사실 저분들 입장에서는 그런 변화가 갑작스럽기도 하고 생계가 걸린 문제니까 충분히 말을 할 수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 正十月乾隆甚至想要将卡车驶入去青瓦台头前的街路，而且放生的狗仔互警方阻止。这场示威活动有3个乾隆互警方拘留。禁食狗肉的法案为了会得到跨党派支持，佫伫国会通过。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 咱来关心国内的消息，咱的永鹰高教机这个战力是渐渐齐全，台东志航基地的空军联队未来会专职作战的队伍。那原本的飞行指挥部，今仔日升格变作是空军的飞行训练指挥部。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典礼。另外，咱陆军的金风部伫昨进行操演，来模拟美时作战的状况。 榴炮发射照明弹模仿敌方无人机甲直升机，指挥官一声命令，各式的机枪、机炮架、战车炮火就齐发，对空对海密集来射击，场面真震撼。 这是陆军金风部3日暗时实施的太武操演，是对2009年14年来不再执行夜间的射击训练。确定敌军伫海上无共前方下，也有暗时的前方下进犯，咱军以火炮反制，成功消灭来犯的敌军，强化实战的能力的同时，嘛要培育下一代战力。 永鹰高教机3机一组进行空中训练式 ，AT3 高教机伫后壁接受代表交棒团成，并且铺出国旗配色的蓝色、白色、红色彩烟。因应台东志航基地空军第7舰式战斗机联队未来专接执行的任务，原本是由空军挂号的飞行指挥部，采一升格为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会正做培育咱国飞官重要据点。不担任飞官的退伍飞主委彭世宽也穿青色的飞行服来参加。面对 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多变，我们的每一位飞行员都对国家充满了使命感，希望能为国家安全建立起一道铜墙铁壁的屏障。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编成典礼，并且和外咱国3馆的教练机因见指挥官对零开始，教员负责来捍卫领空。所以66架新式的永鹰机会慢慢取代老旧的机型，以3阶段2个机种方式来训练飞官。 可以更快速的衔接我们主力战机的各项战技以及飞行技巧。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今年伫杭州亚运甲成都的世大运成绩拢袂歹。体育署统计，今年国光体育奖金就有4亿4千多万，是金额上济的一摆。咱的阿嬷选手李丽凯，伊是查甫选手摕上济的有600多万。也那厝边的选手李明德，伊是查甫选手摕上济的有700多万。 年岁愈大，身躯毛伤。李丽凯今年同款是靠确实这项课表完美落地收束。伊伫世大运阿嬷完成3连霸，杭州亚运2连霸，加上团体铜牌，奖金拢总675万，是奖金王，个人奖金第2名。可以在今年都可以把这么重要的赛事完成，这样，所以不小心就对拿下这个殊荣虚名，但还是需要再努力。 超过李丽凯摕到个人累积奖金第1名，嘛是奖金丰厚的。就是进前一直讲去比赛就会紧张，比赛进前个困袂去的前足出兵女子选手李明德，伊伫杭州亚运双金、世锦赛1金1银，各项奖金拢总750万。 我真的有吓一跳，我以为是要说我们全队的，就是没有想象中我可以在亚运可以拿2面金牌。
杭亚体操男团的铜牌黄彦忠第一摆摕到国光奖章，因为伊是对台东台北部落来的，佮特别穿阿公传予伊的排湾族的服装。另外，杭亚轻艇竞速项目摕到金牌的罗冠杰，是第一摆项目的厉害选手都会上台。在这次亚运能够选上，然后为国家代表出去比赛，其实我觉得让我看见了自己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开心，我今年都是健康的这样子，我希望未来也可以是健康的，然后去拿到东京巴黎奥运的资格。体育署统计，112年国光体育奖章得奖的选手有576人次，422个人，加上到联合文科研究作品，发出4亿4670万，是较早以来金额上侪的一摆。另外，摕到这国光奖金，拍算要安怎运用，真侪选手拢讲会捡起来，含互厝内人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刺激国片的票房，文化部宣布文化成人礼金，若是用350点的文化币来看国片，政府阁加送你100点，就是要来鼓励少年人会当走入电影院园，用行动来支持台湾的电影。第60届金马奖拄结束，疫情过后，国片一出接一出放映。根据文化部的统计，今年疫情过后，咱国片的票房已经超过11亿，毋但比疫情期间悬，也比疫情进前2019年的7.02亿更加悬。把做过金马奖评审的影评人士张树达表示，观察过来一位最佳剧情片的关于我甲鬼变成家人行事，会使讲是近期上欢迎的国片，官方票房数字有3.6亿。是它刚好很成功的融合了几种不同的类型，譬如里面有爱情，也有恐怖或民俗的题材，但是同时又切合了关于同婚这个时事的议题，但是他将这几个议题或类型融合得很圆融，而观众也同时看到了这个原创性，它的卖座是远远胜过了同期的像是漫威这些好莱坞大片。张树达认为国片愈来愈多元，有走向类型电影的新方向，以强烈风格写观众的目睭，部分观众也真有感觉。恐怖片吧，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恐怖片有比较发展起来一点。你说咒吗？那个咒？对，咒，我觉得很好看。为了继续刺激国片的票房，文化部也宣布9月中推出的文化成人礼金，现主是要加码，看国片使用文化币350点以上，就送100点的回归。金马是不是刚出来名单，就会想要去看有得名的吧？不是有一个今年的金马女演员，那个12岁还是10几岁的那个？就很想去看。国片票房提悬，但是金马60最佳剧情片上大奖是由日本的电影《石门》得奖。张树达讲，现在是通看出国片发展方向，我向观众会介意的口味。但是台湾也已经真久无出现亲像1980年代新浪潮时期的艺术片。伊讲，说落来台湾敢有法度拍出票房好、艺术内涵也通得奖的电影，是未来电影产业的挑战。记者郭敏、谢桂林台北报道。台湾少子化的问题是真严重。根据亲子天下的调查，有26间公司因为提供真好的福利，譬如讲托婴中心，也是延长产假，甚至是分津贴等等，互人真愿意生囝。所以统计起来，这26间公司的新生儿已经占台北市新生儿的1/3，落尾因是摕到优先家庭这张奖。像我女儿现在在这边睡觉，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打开这个 app。只要拍开手机啊，就会当随时看查某囝伫咧照顾红眼中心的状况。30几岁的何先生伫咧人力银行做代志5档外，因为公司有设照顾红眼中心，离真近就会当照顾，而且费用比私立的较俗，负担嘛会当较减。因为外面那时候我大概准备过，其实行情大概就是18000到2万。对，那其实公司的部分来说，像我自己来说，扣掉就是政府补助以外，我摊提每个月平均大概就付5000多块而已。根据亲子天下上新的调查发现，讲优先家庭工课场环境是少年阿母愿意生养囡仔的其中一个关键。譬如讲，风景自动科技提供一胎12万的生育津贴，台湾出调是提供28天照顾囡仔的支持假，含上长陪产假18个礼拜。普莱迪科技提供员工的囝当年2万的助学金，一直到读大学为止。一零四资讯科技是家己办托婴中心，方便员工顾囡仔。有一些呼吸侦测器啦，然后像我们会用这个什么无毒有机的食材啦等等，我想他们在小朋友这边送托就会非常的安心。家长付费，明年开始0到2岁的只要2000块到5500块，已经非常非常低。如果再加上各位给他们的，对家长来讲应该是
勇敢的可以生。珍珠天下是办第1届的友善家庭工课奖奖，在初一举行颁奖，就选的26间企业，在去年2022年，当中是生出5500个红婴仔，等于是台北市新生儿的1/3，合起来发表1亿个生育津贴，希望做带头，互更较侪企业来营造友善工课场，互少年人敢结婚嘛敢生，就会解决少子化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海保署伫小琉球甲台东发现2只海龟有受伤，所以经过治疗，这2只海龟伫今仔日已经成功野放。算起来，海保署是自109年成立到今，这个救援团队已经成功野放约200只的海龟、海猪甲海洋。2只海龟大大白往大海前进，找伊透早，后壁乌是真热闹。这2只原本受伤海龟是海保救援团队将因送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治疗，加在即马复原啊，海保署决定伫后壁乌来野放。今天所野放的这2只绿蜥龟。有1只呢，在我们这个观光大饭店住了7个月，有1只住了3个月。那今天成功的野放，大家看了都非常的感动。希望他们能够回家。其实，伫海龟是台湾客山数量上侪海龟，找伊野放的这2只，有1只是伫屏东发现，伊的身躯拢互鱼网低调的；另外1只是伫台东互鱼船掠到。找伊野放现场有真侪贵宾，包括副总统赖清德，大家做伙祝福2只海龟会当平安回去大海生活。我们对于海洋生物的救援行动是有政府出面，公私协力，有计划的在进行救援工作，有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台湾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了保护海洋野生动物，海保署甲相关单位伫109年组成海保救援网，成立到今，团队已经成功野放22只海猪、海洋甲251只海龟，希望大家会当重视海洋的保育。记者钟义辉、邱朝阳高雄报道。新竹渔港伫逐冬的10月开始透东北风，大量的土沙拢吹起来。其实对这个渔船来讲，一冬会影响超过2万只的出入。最近市政府才拄完成清沙的工程，煞有渔民讲，这有清敢若无清共款，根本都无啥路用。哇，清淤清到一坑一坑，有清跟没清一样。渔港内底积沙严重，渔民想要出海掠鱼，看到这款情形，特别强要昏倒。南寮地区的新竹渔港最近完成疏浚工程，不过积沙状况严重，渔民讲有清等于无清同款。有清等于无清啦，要出去爱看时间。就你像永安啊，要出去人免即马免啥看时间啦，咱遮一定下的，一年平一年较严重啊。即马就愈来愈严重啊！你即马看，今仔日个比昨较严重。新竹渔港当年受东北风影响，积沙严重，每2年就需要疏浚1摆。今年已经清掉21万立方公尺的沙。市府讲，渔业署最近会搁拨经费来做清沙工程。那受限代办经费的规模，本府今年在有限的清淤量下，以清理出可通行的航道为目标办理疏浚。渔业署已增拨275万的工程设计费用。本府课正办理招标程序中，预计明年度即可再投入3500多万的清淤工程。目前渔民若要掠鱼，只有等倒流时才有办法出海，严重影响到因的收入。大家拢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来斗3工解决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宜兰的澎澎野溪温泉是真出名，也毋过煞定定有即个游客甲因的吉普车驶入去，佮制造粪扫破坏生态，所以当地居民是真生气，专甲即个路全部拢封起来。进前县政府有想讲要来起造一个地热的公园，嘛因为居民反对，所以落尾是准拄煞。即个澎澎温泉其实到今也无一个管理的措施，所以安全性也真做是地方的难题。民众伫清水地质公园用温泉撒物件，每一年拢成真侪人来遮行踏。这座宜兰县真受欢迎的景点，这原地嘛是野溪温泉。经过宜兰县府争取计划改造了后，成做即卖的地质公园，互民众会当安全享受温泉的资源。澎澎野溪温泉伫咧溪埔顶悬用石头围起来，落产生天然的温泉池。这几年真受欢迎，真侪人去遐浸温泉。
而且直接把车驶去溪埔的。不过在地人认为安尼会破坏生态环境，所以把附近的车路封起来。那这个问题要等部落会议来解决。不过野溪温泉安怎管理嘛引起关注。河川的整个水的水情的部分是不确定性很高了哈。那所以县府是不建议去民众到那边去泡。这野溪温泉伫山区，若是常常落大雨，溪水会常常涨起来，恐惊影响游客安全。县府呼吁民众多注意。因为县府要提出计划，要引蓬蓬温泉的泉水去杨树村的公有地，打造类似清水地热公园的温泉区，让民众通好浸温泉。不过这个计划因为在地反对，就无结果。过去早就有跟那个县府去提议，能够来开发这个温泉。公有地的腹地是不够的。对，如果你要建置一些设施啦，不管是停车场还是说泡汤区啦这一类型的，我们那边的腹地比较狭窄。实际访问在地，因并无反对县府开发蓬蓬温泉，因为这对地方是好代志。不过因为县府初步所要开发的公有地，面积伤细，所以反对。希望会当有共识，另外阁找到有够大的公有地。不过县府目前还找无适合的土地。在这个问题解决进前，要安怎兼顾安全、环境甲观光来管理这个温泉，真做一个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人权艺术生活节，伫12月初2，也就是明仔载，就要来起鼓。来自家己的阮剧团，即届要来演出陈文成的《证明题》，透过戏剧当中这3位关键的证人，去思考命案当年到底是安怎发生。希望讲会当透过戏剧去道出事件大概的模样。就是他可能自己内心有他想要掩盖的东西。编剧管家伟当地和演员讨论剧本，这届阮剧团要伫人权艺术生活节演出陈文成的证明题，由演员扮演陈文成命案当中的3位关键证人，要找出命案的真相。但是经过这么多档记忆，渐渐变甲破碎，真相敢有可能找得到？找不回真相，我觉得最直接当然会是一种困惑，甚至是愤怒，甚至是会把自己隔绝在外的一种情境。回顾历史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人终究是会持续，不管是长大也好，甚至是老去到死去，往后的人生他究竟应该怎么过，是我想要透过这个创作去提问的。陈文成出世伫建检时期，1972年台数学系毕业，后来去到美国留学教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直真关心台湾的民主议题。后来1981年回来台湾，7月初2，予警备总部带去约谈了后，隔天伫台就发现伊的尸体。过身的时才31岁，不过到今有关唔知影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阮剧团的艺术总监认为，伫咧为传统治的年代，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是受难者。这样可能是你嘛，有是我。咱即马这个年代，你有一寡经验，你嘛对这个社会有一寡服务。但是伫咧迄个年代，伊就是发生伫咧咱这个老百姓的身躯。当然，迄已经过去啊。但是到底一个国家还是社会，咱要安怎避免国家发生再来发生一次？我感觉这是咱一代会当努力的。台湾的民主化经历过非常复杂的历史，阮剧团表示，这届推出陈文成的证明题，重点不是要去讲啥对啥唔对，因毋望透过戏剧，让大家去思考、了解这的历史创伤了后，咱要走向啥物款的未来。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Podcast 的节目即马是长时行，彰化县有一个行善团的协会，就来规划老城角的时代记忆，邀请在地青年参时代，做伙用台语来录节目，听老一辈来讲因早年生活的艰酸苦涩。阿公阿嬷话玲珑。哦，你会讲爽啦，啊，毋敢像查囡仔讲话，人情世事拢会通。有想要看到明仔载啊，搁出起来咯。社区时代透过 Podcast 节目来开讲，用台语讲出因过生活的艰酸苦涩，有做田人的辛苦，佮有不三时换棚咧，都爱去米空袭警报的生活。咧战争的时阵呐，咧召回人机来啦，一块换棚咧哦，大人直直走哦，囡仔嘛倒咧直直走，拿走拿哭拿咧食。较早足艰苦的啊，无人食，佮无人行，就去捡番薯啦。
中华关好德做工行政团协会发起老性格的时代基地中辈 Podcast 计划，培训少年辈，佮有社区志工组成团队，参福兴乡秀厝社区，佮有挂中社区合作，协助社区时代录 Podcast， 和时代分享家己的人生故事。在阿姆阿伯大家做伙来开讲，啊，咱的生活过程哦，较早甲即马是差真济吼，所以讲哦，较早讲有通做，你无通食吼，来讲有一顿无两顿，伫即个过程当中，阿姆阿伯来讲着较早吼，啊，会使讲吼，安尼津津乐道啦。团队将时段录的节目传去网络，收到不少网友的批，民众对战争时代保残的生活，拢感觉真好闲。主办单位希望透过 Podcast 计划，保存时代用生命行过的人生故事，嘛互少年辈有机会用母语了解顶一年的生活模样。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伫台南有一间咖啡厅，甲店内的菜单全部拢翻做台文字甲拼音，嘛结合抽签诗的元素，互民众伫啉咖啡的时阵有无共款的体验。喙毛干狂什么的。少年家啊，到底咧念啥？规个厅甲雾煞煞，佮换一个时段来试念这份咖啡厅的菜单。汤乌拿铁啥物件？等一下。拿铁啦。虽然有的人客会晓讲台语，毋过雄摕到菜单嘛是沙无长。台南这间咖啡厅原本是汉药店，店内除了有英语、日语、韩语的菜单，近来嘛特别推出台语菜单。若是人客袂晓念，头家佮亲身落去教。店头家讲，用母语参团交陪，较在地化。这些菜的内容像立体叫做拿铁，latte 是不是？我就直接用中文翻去讲，那好像我自己也瞬间变会说台语了。因为我有发觉讲哦，即马台人讲台语，其实慢慢变少啊，所以阮就决定讲用一个台语的菜单，啊，互人来看卖的，啊，感觉安尼足新鲜的安尼。来看这份台语菜单，汤乌落体，汤乌就是花语的焦糖，啊那定林啊落体就是坚果口味。这份菜单是店家请台语工作者翻译，毋过要安怎翻才有气味？台语工作者认为，创作新词是必要的过程。挂来伊的方法去做引领，还是做伊去还伊的艺术，还是讲会当经过这新的物件伊的外观啊，还是伊的特色，原料去甲做翻译，啊，咪当参考过去再来有的台语词去思考。为了要互大家认捌在地文化，店家嘛结合药签元素，互毋知要啉啥的人会当抽，毋望人客来遮啉一杯咖啡，加挂文化体验。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5到21度，中部地区14到25度，南部地区是15至28度，东部地区16至25度。外岛地区13至22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